迎收看《Go Go 共客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如果想要学客发呢，除了收看《Go Go 共客发》之外，现在网络上也可以学客发哦，也就是客家话。那像是网络上的客家小草，他就呢用一些语音啦，或者是插画来教大家学客发。而幕后推手是谁？带您去直击喽！为了让大家轻松学客发，不但插画活泼有特色，还会带入新闻时事。噔噔，我今天变装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 GoGo 直击要访问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丑爸，网络插画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丑爸。他在网络上教大家呢讲客发哦，共客发哦。哎，到底哪来的灵感呢？我们要问问丑爸喽。我个人就花非常大量的时间，就是每天上下班都要滑手机，去看最近网络上在流行什么话，然后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要马上去做反应，去把它变成一个作品。说到学客发，要让大家能够牢牢记住，又能够简单学习，他用的是浅显易懂的拼音，果然让更多人接触客发。真正困难的，我觉得是客家话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很多句子的教学都不是那种常见的客家话，所以作品出来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，其实这样讲可能会更好，或者是我自己的家乡是怎么样去讲这句话的，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。潮爸很认真的找题材，让网友们都可以借由网络学客发。有的时候是以新闻为主题，有的时候是以民俗节庆当主角。他让客发变得简单，也让大家觉得学客发亚洲的暗强松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新的词，你们都有记得吗？没关系，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喽。来看到第一个词，就是大家常常讲到的客家话，客发。客发。第二个词来看到的就是拼音，拼音，拼音。记得哦，吟的时候嘴巴闭起来哦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学客家话也能这么轻松。学客发也做得很轻松。学客发也做得很轻松。其实学不同的语言都有很多的捷径，但是呢，别忘了勤劳还是不二法门喽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